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北市发生着集体烧牌事件。到伫树林的社道有9台车停伫路边，两派的人马将近40个人约伫遐谈判。谈判破局，双方就站起来了。其中一边有3个人，互抬甲是规身躯拢是伤，倒伫路边。这个警方赶到现场，甲3个人送病院，加在拢无生命危险。嘛，甲现场30多个人拢总带转去派出所，移送法办。 全部下车！全部下车！烧拍了后，未赴离开现场，拢秘伫车顶。因为警方到现场了，就将所有人拢叫落车，跪伫路边啊，一个一个问。蹲下！全部要蹲下！蹲好，不要动。虽然有人想要逃走，不过有些警力早就有封闭啊。双方人马将近40个人，其中一边有3人被抬着伤，拢送去病院治疗。 警方一日调监视器发现，讲8台车30多个人大场面伫路口设翻头，原来是未成年一个主嫌承受到对方一车5人，其中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面前讲伊互伊欺负，要出来要讲清楚，双方伫中和集中出发，结果谈判破裂，要托公道这边互人抬着伤。刘姓主嫌率众持棍棒、刀械包围该车砸毁，而且攻击车上的人员。 警方出动快打警力赶到现场，查8台车，掠到30多个少年人，拢扣回去调查，依照杀人未遂、伤害、妨碍特殊、毁损罪移送侦办。